我好紧张。可芳，这一天啊，我等待了4年，我也相信你也等待了很久。我下面要说出来的这句话，我不知道说完之后会有什么结果，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的勇气让我说出这句话，但是我还是要说。可芳，请你一定要。大伟，嫁给我。天啊！老公，据我精密和科学的推断，今天是最佳受孕日。啊，是吗？那太好了，老婆马上就回来了。老公，但是有一个问题。啊，什么问题啊？我最好要在你下班回来之前受孕。啊，这么急呀？据科学家对1天受孕几率的研究发现，如果想怀孕的话，做爱的最佳时间就是下午5点到7点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，精子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最高峰，而这个时间也是女性的最佳受孕时间。啊，我一句没听懂。啊，不过老婆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为了不让爸妈天天唠叨，我豁出去了。我现在就请假回家，咱俩速战速决。快点回来！还是换回这个方便图。孩子父亲这一栏怎么不填呢？我还没想好呢。没想好。孩子的父亲是戚民峰，本来就应该写他。孩子的父亲是他没错，可是现在都是我做主。冬眠，什么事儿你都得考虑清楚了，省得以后麻烦啊。有什么麻烦的？你知道现在孩子上户口有多麻烦吗？还有，没有结婚就生孩子，这孩子就是私生子，国家对未婚妈妈还要征税。等孩子稍微大一点了，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，就他没有了，你说他得多失落呀！你这可分附体了是吧？啰里吧嗦的。啊，我说的可是真的啊！
生个孩子可能对你来说挺简单的，可是要对孩子负责，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再说了，在说什么？咱们小时候的不愉快，你不希望再发生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吧？冬眠，算了，准时先生来了。好，来。亲爱的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做产检吧。啊，放心，孕检手册、水杯、外套都准备好了，走吧。哎呀，冬眠，那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啊，我看挺好的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他就自己说自己的。走。看还是你自己好好考虑。走。老公，等着急了吧？马上，咱现在开始。哎，老公，停！老婆怎么了？老公，嗯，我决定在这次之前，我把咱妈告诉咱们的那些偏方都试一遍。行啊，什么偏方啊？是啊，红糖煮鸡蛋，枸杞熟地猪肉汤。行，喝完咱们干。是我的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喝这把。这也是我的。那需要我做点什么呢？你只需要这些小蝌蚪。亲爱的，吃点东西呗。我不饿。也吃一点吧。啊，那个，要不然就白做了。一点。啊。冬眠，咱们的关系呢也算定下来了，所以，我也给你一个定情信物。定情信物？你这是在拍武侠剧啊？还要一个定情信物，感觉像是被穿越了。你这是在向我求婚的意思吗？那也得看您老人家呀，您愿意嫁，我才能娶。